为了要解掉这过路人地价的歹名声，警方是抓真严，干那个月就抓超过16万件，其中这轿车、乌托派无要让过路人就占21000多件。就算这警方抓真严，也是有人激皮。伫新北市着这游览车要倒弯的时阵，无先停落来，直接去撞到环保局的清洁人员。也在伫高雄有这幼稚园的专车，这车顶拢载真侪囡仔，这个司机竟然讲正向撞过红灯。机车咧，在红灯边窜出载囡仔车，翻过上黄线，颠倒向伫斑马线，车顶载满细汉囡仔，无爱命咧弄红灯。我们这边有配合那个警察局去做处理，那现在这里是进行调离现场。喊告的行为，就伫高雄南马溪，园方记者表示，已经将司机调离现职，专门配合当地警局调查。代志发生伫一礼拜，警方查过也通知驾驶9万罪名，无论是甚么理由，拢决定处罚。依规定，驶入来车道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；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。国内交通乱象不止这一件，游览车倒翻让几台车斑马线顶悬有过路人，驾驶都动落，这查某人当当摔伫涂骹，后倒裤流血送医。游览车驾驶经检测值无酒驾情事，但未依规定礼让行人，警方将依法开罚。地点就伫新北市南口51岁姓李的驾驶讲灯挂无注意，暗过路口无停让，警方上悬罚3万6。受伤是新北环保局31岁姓柯的清洁员，除了过车路有风险，就连平常时工作，世界也拢是规矩。那他们在清洁马路的过程当中，的确会在那个马路上跟机动车辆做一些轻微的擦撞，这种状况的确是曾经发生过。为消除过路人地价臭名，警方一直处理，敢若为5月来看路口无停让，就抓21000多件；为号志路口违规有7000多件，加上人行道违停加道路障碍，总共超过16万件。只是这种违规抓袂煞，侥幸心理无解，道安问题无法度解决，有缘互过路人行路时心惊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